黃毓民財政司司長，請你暫停。財政儲備部黃毓民議員，同人死活，請你立即返回座位。讀咩啫？黃議員，讀啫你，做乜好讀啫？我命令你立即退席。做乜好讀啫？做乜好讀啫？黃議員，你立即退席。你仲讀乜嘢啊？呢樣嘢？梁國雄議員，嗱，呢個飯碗俾你立即退席。呢個就係打爛個飯碗。梁國雄議員，特區政府，請你停止搗亂，立即退席。秘書，主席請你陳偉業議員，特區政府救市就係可恥。我命令黃毓民議員、梁國雄議員、陳偉業議員立即退席。有冇失業援助金？有冇市民？我宣布暫停會議。